生育的时阵吼，对犹太人的表现无啥正面。其实吼，犹太人的公会是已经是在那个时代2000年之前，已经是非常的先进吼，是非常的开明先进了。他们规定，因规定讲袂当伫暗时吼执行询问啊，嘿，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司法才有的呢，好，就是说你抓到人，你要审判不可以在晚上，好，所以咱就知影福音书在讲耶稣的代志有没有违法？耶稣是在晚上被审判呐，对不对？好，所以特别是这样写的哦。犹太人的公会有盖贼值得一提的哈，就是讲，如果71个人都举手，拢举手讲他有罪，他就自动是无罪。你了解意思不？如果71个人都讲这里有罪，拢举手讲有罪，就代表这个人是无辜的，哦，就他们有很不错、很好的一些规范哈，对那个被告者哈，所以那也让了解哦，耶稣去用判有罪，一定是有人是支持他没罪的，所以他才会到最后是有罪哈。尼哥底母相信伫耶稣用判有罪的时阵，伊嘛是伫迄个中间吼，因为说他是犹太人的官的是这个意思吼。伊圣经讲，伊是暗时啊来看耶稣，好，暝时来就滚耶稣，对伊讲：列比，我毋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你伫地，就无人会行你所行这个新者。尤其是伫约翰福音内面，新者这字就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的意思哦，记号。什么叫做新者？就是讲为古约，我们在旧约比较常翻译的是兆头，有没有印象？那个掉头会兆头哈，它的概念是什么？先知那么多，像是真的，像是假的，要安怎分辨？先知遐济，上讲的是真实的，上讲的是假的，这边遐背史是要安怎分辨？那时候的百姓手上没有那个手上没有圣经啊，先知的教导是真是假，是对还是不对，要怎么分辨？只有靠神迹了。上帝会互某咪先知有新者，伊会当行新者，代表上帝甲伊伫地。所以这个人，这个先知，即马以后要讲的话，就爱真足听，因为上帝甲伊伫地。所以伫约翰福音，也是讲伫旧约，伫使用神迹的概念是介清楚的。重点毋是新者本身。重点是行新者的人，伊是有什么款的教示？重点是后面，重点是行新者的人，伊的教示是什么回？那个才是重点。相信这个尼哥底母他很清楚这个概念。伊讲：我唔知影你是上帝甲你伫地无，你无法度行这个新者。结果耶稣不买账耶稣不买账，耶稣又开始他的答非所问耶稣就最喜欢答非所问。耶稣直接回答他说：“我实甲恁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看下这，人尼哥底母是甲讲啥？讲你是真实的哦，阮知影上帝甲你伫地。即摆耶稣甲回答啥话？人若无顶头生，就袂会看到上帝国。这个敢有顺？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尾表示这款的对话表示耶稣知影清澈尼哥底母是要问啥物回，他直接就开门见山回答他了。我实甲恁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看见上帝的国。好，尼哥底母也就不客气了，直接问说：人已经老，怎样会顶头生？兼会搁入老母的
巴多来西嘛。这一段经文的是第3章第1节到21节，一定要跟第4章的第1节到20节来做一个对比哈。第4章1到不止1到40节，1到40节，在讲的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这2个叙事一定要做一个对比哈。今日的讲道，我等下要先处理3章16节，3章16节、17节这里，咱详细的，咱的和合本是翻译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咱的汉字不是写作，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袂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吼。我要先处理这个问题了，我要比较我要做比较，尼哥底母跟撒玛利亚妇人这2个叙事哈。今麦就学到就讲，尼哥底母听无耶稣咧讲啥？什么叫点头生？听无耶稣咧讲啥？耶稣就讲，人什么叫点头生？人来对水甲神生哈，要从水和圣灵来生的话，才可以进神的国哈。耶稣家讲的很比喻、很灵异化的讲法。刚好到我讲要跟第4章第4章第1节到40节，迄个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讲的同款。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迄句话是讲，人若啉我所赏赐的水，就永远安那袂喙焦。那个妇人也听不懂，哇，你赶快给我你的水吧，那个你赏赐的水喝了就不会再渴，那多好，我以后就免个来井边打水啊吼。耶稣用一样的很比喻、很灵性的话，在跟他们对话吼。讲人若无对圣神甲水，无对水甲圣神生，就无法度入上帝的国。我说，我今天要先处理16节跟17节，因为咱基督徒常常在简略的介绍咱的福音的时阵，常常会有出了一些问题。咱常常在讲信耶稣得到永生，无信的咧，无信的咧安那？落地狱是不是？是不是啦？这样的讲法有它不准确的地方，什么意思？这样的讲法给你一个暗示就是讲，好像是什么？好像那亲像世间的人拢活在一个还不错、很正常的世界如果信耶稣的就被拉去哪里？拉去天堂不信的就被怎么样？抓起来怎么样？丢到地狱去，是不是啦？这个讲法会互你安尼思考嘛？这个信耶稣得到永生入天堂，若无信的去安那？落地狱。你注意看17节我念过了，咱现在来听。因为上帝差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信伊的人无受审判，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来，咱来思考，耶稣才讲的意思。伊讲，上帝差伊的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人，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这个就不是我们讲的那一句话了。咱讲信耶稣得什么？永生，不信的了下地狱。那不信的下地狱是不是审判？一虎回答我，不信的下地狱是不是一种审判？是是不过伊讲人子上帝差伊的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要从他得到救。
所以整个如果那边简化让基督教的信用简化简略的来讲，不是说全世界的人拢过一个很正常、很 OK 的生活，啊，即马那信耶稣的人呐，被提升到天堂；不信耶稣的就怎么样，下到地狱。不是这个，不是安尼思考。迄那叫基督教，叫圣经的启示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非犹太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所有的人都过得很不好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是过着跟上帝断绝关系的生活。所以上帝找伊的囝伫世间，是要跟人建立关系，是要人借着他得救。如果不信他的人，只是会维持在他本来的状况而已。你听有无？这样有没有听清楚他的意思？不是信他的人被提升到天堂，不信他的人被丢到地狱，不是，是所有的人都在地狱。所有的人拢伫一个最大的坑里面，都在地狱。什么叫做地狱？各位看这里来，什么叫做地狱？地狱。地狱是什么？圣经怎么描写地狱？有无灭的火在烧，对不？啊，未死的。不死的虫来咬你，对不对？他说地狱就是那个样子。看到这只是一种文学的描述方法，它只是要这样一样的来描述，是要跟你讲地狱很怎么样？很痛，很苦。各位看这很痛很苦，就只有火跟虫吗？那个穆恩，你问穆恩什么是地狱？不敢讲，哈！你问穆恩什么是地狱？穆恩就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地狱，对不对？对吧？哈，女朋友不在旁边就跟地狱一样。各位想这里讲那意思不？什么叫做地狱？地狱是什么意思？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大家注意听，爱就听。一个简单的想法，什么叫做地狱？所有美善相反的集合，所有水的、好的，相反安怎讲？倒变的集合就是地狱了。所有的美善的相反的集合，就是地狱。安尼的话，各位看这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地狱是不一样的。好，地狱是不一样的，可是是一样的不美善。好，所以重点，所以咱今麦要安怎来讲，重新学到迄个话，唔是讲所有的人，那信上帝、信耶稣会提升到天堂，不信耶稣的被丢到地狱，不是，是所有的人因为跟上帝的关系会断裂，这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因为甲上帝关系断裂，其实咱拢是伫地狱内面，咱拢是伫不美善的集合内面。所以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是要安怎？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所以你若信耶稣，你是可以被从地狱拯救出来。你若唔信耶稣，你会继续在那个不美善的集合内面。这个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信仰，是这个意思。好，不是说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的怎么样下地狱。那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基督教干嘛？人家没事活得好好的，好啊，你一出现就要分成天堂跟什么地狱？好，绝对不是安尼，哈，绝对不是安尼。所以伊会讲。信伊的人无受审判，因为恩典满满伫伊的心上，无受审判。唔信的人已经受审判，才会读清楚。
不信的人，其实他们原本就受审判了。他们的审判不是因为他们不信，安尼有了解无？各位兄弟，因的审判不是因为因无信，是因无信，所以因本来就受审判。耶稣基督来是要互人会当对伊得到救，从他这边得救。好，所以咱爱知影，基督徒是满满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本来我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模一样，咱拢活伫地狱里面，都在地狱里面。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可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对于得到救，好，从他得救，从他得救。那之前我们讲的，那基督徒接下来得救以后怎么办？要干嘛？基督徒对耶稣得到救啊，来要创啥？那讲难听一点，就接下来就等死，对不对？哦，等死，然后以后死了就上天堂，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啦，绝对不是安尼啊。好，就是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伫世界，虽然活在世界上，伊就已经开始咧活上帝国的生活，他就开始活着上帝国的生活。就那亲像人伫上帝国同款伫活生活，唯有借着这个样子。借着基督徒伫世间活上帝国的生活，较会当互其他的人看到讲上帝国是遐尼水、遐尼好，是所有的人应该爱想要入去的所在。好，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得救是一个目的，不是。基督徒在世界上活出上帝国的生活，这是一个目的。你不要以为你得救了是个目的，不是，是得救的基督徒要伫这个世间活出上帝国的生活，这才是上帝要互咱、互基督徒的责任。好，我昨天在跟一群人在分享的时候，我讲到说，基督徒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抓狂，会牙戆吼。其他宗教的人拢会讲一句话，讲，我最近嘛听到吼，讲啊，迄个宗教拢是安那，劝人安那做善事啦，劝人为善啊，拢共款啦。咱三楼吼，我住三楼对无？咱三楼的邻居吼，爸爸贵姓，然后他们就要念经，要念经。他需要2个桌子跟7个椅子，然后跑来教会跟我借，说：“我要甲恁借桌啊，甲椅啊，我要念经哦。”我觉得哦，他以这够主意，他要念经还跟我们借桌子哦，那表示他对我们还蛮友善的哦。我总搬2个桌啊落去给伊吼。啊，我在搬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咱宗教拢共款啦，对无？拢劝人为善啦，吼，还互相斗相共啦。我说，对吼。可是有时候基督徒，我讲基督徒听到这句话会牙戆吼，伊讲啊，唔是，我们基督教唔是要劝人为善，对无？奇怪啊，咱基督教不是要劝人为善哦，当然是要劝人为善。不过咱基督徒在想，咱基督徒在想的是讲，我们基督教是要当上帝的儿子，安尼对无？要因信称义，好，要信的是三一上帝哦，很多神学的概念都跑出来，这些神学概念都跑出来是对的。阿姆哥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还是要行善呢？为的是要我们行善。不信的话，我直接翻以弗所书。2章8节，我念无恁听。
因为恁对稳定得着救，是对性，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自所信，免得人夸口。因为恁是伊所成做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先备办的，要互咱所行伊。有没有听清楚？这里讲很清楚诶，恁信是对着稳定得着救，是对信，这毋是出自恁本身外貌，这是上帝所赏赐的，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各位兄弟，基督徒上重要的是行好事。结果后来现在看看台湾的基督徒，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什么因信称义，什么都会，就是无行好事俩，不愿意成为好人，其他都对了，其他都做了。好。我就处理16节到17节所讲的迄个概念。咱所有的人，拢是需要救赎的。信耶稣的人得到救，无信的人依持伊本来的状况，就是这样子而已。绝对毋是信耶稣的人被提升到天堂，无信耶稣的人互坑。但伫地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后来我讲，接下来今天的讲道要分辨比较的是尼哥底母跟4章1节40节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尼哥底母是半暝来找耶稣，撒玛利亚的妇人是耶稣中道去给人家搭讪。耶稣也会搭讪正妹半暝来找耶稣是什么意思？困袂去尼哥底母是安怎来找耶稣？选弥时晚上，你知道我们现代人会觉得没什么，然后晚上就开灯就好了。不是啊，在古代晚上那个灯并不是很方便啊，晚上就是太阳睡觉，对。太阳下山就是什么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啦。是安怎尼哥底母要跟暗时来找耶稣？惊人看，因为伊是法利赛人，伊阁是犹太人的官，他的身份不适合来找这个异端，找那个异端耶稣。撒玛利亚妇人中道的时阵去井边打水，各位兄弟，我们都是天龙国人咱无在井边打水不过咱来想一下你要去井的边仔打水你一天的时间你要选什么时阵去打水？早上，或是傍晚嘛？你选中道是什么意思？也是不要被人家看见。2个人一样一样都是不要给人家看见，有各自的理由，不要给人家看见。一个是主动来找耶稣，一个是耶稣去给人家搭讪。尼哥底母是一个查甫人，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查某人，因拢有家己在考虑的点的原因，无爱互人看到。家己的惊吓。毋过尼哥底母是主动来找耶稣，撒玛利亚妇人是耶稣去找伊。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官，他的地位，不管是地位还是他的身份，都是什么？伫社会拢是最悬的。若看约翰福音后面。耶稣死的时阵，尼哥底母用好几斤的油，跟那个约瑟一起去拿耶稣的尸体，表示尼哥底母很有钱。所以尼哥底母伫社会，伊不只是伊的身份地位，伊的资源拢是安怎？
拢是悬的，啊，佫是查甫。那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一个查某人，啊，伊有更小的代志，吼，啊，伊身份地位这低，无一定有钱，吼。撒玛利亚妇人连个名字都没有，在圣经的记载连个名字都没有。两个都是跟耶稣有对话，啊，不过你有看到？各位兄弟，咱会看到耶稣甲尼哥底母的对话到上尾啊。耶稣甲尼哥底母的对话到上尾啊，敢有讲到尼哥底母相信耶稣？有没有说尼哥底母就信耶稣了？没有提耶，没有去提说尼哥底母有信耶稣。啊，不过伫尼哥底母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叙事来面，说这个妇人怎么样？相信耶稣，知影伊是先知。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对照，一个身份高、地位高、有学识，公伊是犹太人的老师，有学识、有地位，还有钱财的人，跟耶稣对话以后，其实没有很明显的说他信耶稣了，反而是那个地位低女人，然后需要救赎，然后很不堪的女人，结果她很快的马上抓到那个宝物，那亲像去抓到那个珍宝同款，她信耶稣了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吼，各位兄弟，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咱常常伤过挖靠咱家己的资源，咱常常伤过挖靠咱的地位。咱的身份，我们不容易把自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下面。尼哥底母在圣经里面其实真的没有去提到这个人后来有没有相信。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伊跟约瑟去摕耶稣的尸体都没有。不过有另外在同一个时间有一个尼哥底母福音。有太多福音书了哈，有尼哥底母、比拉多福音了哈，也被称为尼哥底母福音。伊的记载讲，在公会审判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站起来为耶稣辩护，结果他也被大祭司他们迫害，然后后来尼哥底母就成为基督徒啊，这个都没有记载在那个圣经里面，这那个时候其他的史料是安尼讲。可是，咱若对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刚才这里到21节，就会发现，其实尼哥底母还在思考的亚哥雷苏克还在思考。虽然耶稣讲的那么清楚了，他还是只是在思考，没有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赶快，一听到一怎样，两个人都看出来，耶稣惊心这，上帝是跟他在一起的，因为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你说你没有先生是对的，你之前5个丈夫，还有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哇！他这样讲，那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主啊，我看你是先知，他看得出来，两个人都看得出来，上帝跟耶稣伫地，他们看得出来，上帝跟耶稣伫地有没有相信，有没有愿意建立关系？各位兄弟，我们都是知道上帝跟耶稣伫地吧？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吧？我们愿不愿意跟这个耶稣建立关系？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咱是不是愿意跟这个耶稣建立关系？我都讲过，基督徒当咱得救了后，不是等死，死了以后就可以上天堂，不是。当咱得救了后，咱的责任是要伫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活出上帝国的款式，活出上帝国的样式。这是要付出代价，
因为世界有伊的价值，世界有伊的游戏规则，世界有它的价值，甲上帝国无共款。咱遮基督徒得救，竟然要伫这个世界，不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无爱按照这个世界的玩法，咱要活出上帝国的宽恕甲价值。各位兄弟，我们会付出代价的。不过这个就是咱得救，基督徒咱得救，所爱活出来的宽恕，没有办法可以躲避的。我们就是得要过这样的生活。亚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